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1，箴言30章8節安尼講：求你互父家甲白賊離開我遠遠，求你互我無善車，嘛無好業，賜我需要的美牛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離開父家甲白賊遠遠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至高的上帝，你是慈愛的天父，你是施恩賜福的源頭，你是真貴遠的主。主啊，願來到你的面前，懇求你幫助阮，互阮謙卑家己來倚靠你，也靠無你的話來幫助阮，通知影怎樣分別什麼才是永恆甲真理。主啊，求你開啟阮的心靈的目睭，互阮無受世俗的迷惑，通明白什麼才是永遠的價值。主啊，求你賜信心幫助阮，互阮有對你來的智慧，求你互父家甲白賊離開阮遠遠，求你互阮無善車，嘛無好業，賜阮需要的美牛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